我已经接到领导和冯队的指示，把烟头拿去化验了。OK， 那后面需要我做什么？去办下手续，赶紧把那个疯丫头扛回去。我扛啊！不是你扛还是我扛啊？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。给，这是你要的定位器，我好不容易才申请下来的。怎么样，效率高吧？可以啊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很小的吗？这么大？这已经是最小的了。是啊。那行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再拿上一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没事没事，那下次我来你这我再洗。嘿，你还拿我这当哑巴了？切，臭小子！谁啊？小天，开门。怎么回事？把他扶进去再说。慢点，慢点。喝多了？去。怎么搞的？都昏迷了？哎呦，我都得缺氧了。嗑药。嗑药了？那你赶紧通知央亲奶奶吧。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，给他奶奶知道打死他。那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想来想去啊，你这个地方最安全了，你就让他在这里将就一晚呗。睡我这儿了？能怎么办啊？你可真行。那好吧，交给我吧，还能怎么办？他晚上如果闹的话，你给我打电话啊。我明天一早来接你们。哎，你别关手机啊，有事我打给你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今天晚上就睡这儿，我看着你。别起哄了，赶紧走吧，净给我惹麻烦。慢点啊！香格里拉的粥不错，来，尝个包子。好嘞。哟，都吃上了啊！怎么样？我说的不错吧？饭菜好吃，连水煮蛋都不一样啊！多拿2个。黄雄，跟着他！去哪？跑！我看你还跑哪儿？哎呀，人家带走。走！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警察同志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执行公务。去看看。啊。不要跟我奶奶说好不好，小天哥哥。你把他送回去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走吧。不要跟我奶奶说好不好？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说你多少遍了。我知道。昨天那半支烟已经化验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是夜店里常见的那种致幻剂。昨天抓到那个小喽啰呢，也把他的上线供出来了。
是黄雄吗？初步排查，黄雄只是负责分销的，并不是老 M。看看从黄雄那边能得到什么消息吧。你不要泄气。黄雄虽然不是老 M， 但是他也是一条线索呀。你的怀疑是对的，更大的鱼还在后面。你要尽量的呢，搜集证据，寻找嫌疑人。是，稍等。多加小心。还要问你啊，Tina 的事儿，是不是跟黄雄有关系啊？你怎么会这么问我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去给你打听一下，黄雄真的犯事儿了？你说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？那首先啊，昨天晚上蒂娜那件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跟黄雄有没有关系。还有，今天警察来把黄雄带走，绝对不是我报的警。没人说你报的警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我就想问你一下，你说这黄雄犯的事儿严不严重啊？肯定严重啊，那不严重警察能来啊？那黄雄的事儿会跟肖芳芳有关系吗？啊，哎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觉得呢，方怡跟黄雄肯定不是一种人。我有什么好放不放心的？跟我又没关系。你问半天，其实就在想问方怡是吧？我虽然是作为一个外人啊，但是我用这个旁观者的这个角度去看，我觉得方怡是个好人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对他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如果有误会的话，就说开了，说清楚呗。我跟他之间的误会，不是一句话、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清月，哎，自从你看到方怡以后，我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对了。我不想看到你这么压抑自己，真的。你这样我也不好受。所以，如果有什么心里话憋着的话，我觉得不如对我说出来，那或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呢。你愿意听吗？我当然愿意了。我小时候吧，还挺幸福的。我爸爸是画家，妈妈是音乐老师，他们经常带着我到香格里拉来写生。我爸爸在这里创作了特别多优秀的作品。后来有一次，爸爸跟他的朋友去雪山上面写生。快跑！很不幸，他们当时遭遇了雪崩。爸爸为了救他的朋友，晕倒了。
妈妈也因为这件事情精神恍惚，在香格里拉出了车祸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叫过爸爸妈妈。对不起啊，清源，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？没事儿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。年纪那么小就遭受了这样的打击，真的我都很难想象你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。其实我也不能算是孤儿吧，因为后来有个好心人收养了我，把我从小抚养长大。虽然我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他对我非常好。从前呐，有一只大灰狼，它天天都在惦记兔妈妈家的3只小宝贝，3只小白兔。然后失去双亲后，兔妈妈跟是他把我从孤儿院接走，他说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我曾经以为她是上天补偿给我的新妈妈。那个好心人现在还在不在了？还在。新月，新月，咱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？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但是我们之间有一道永远也无法跨越的坎儿，这道坎儿让我们虽然近在咫尺，却好像远在天涯。跟你说的越来越神秘了。你们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啊？难道说你小的时候他虐待过我？没有，他对我真的很好，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永远也无法原谅他。我们俩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，直到我18岁那年，因为填志愿需要户口本，我在家里翻找。结果找到了他的日记本和照片，有些刻意被遗忘的记忆，就这样被我看到了。
是这样的，心月，我觉得呢，我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矛盾，发生过怎么样的事情，你现在回忆起他的时候，还能称他做好心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挽回的余地。真的，你应该找他好好聊一聊。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方姨，你过来坐。我正好上楼洗个澡。心月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这些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亲人来看。我知道那件事在你心里很别扭，一直过不去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从上一辈人的恩恩怨怨中解脱出来。心月，都收拾好了吗？一会儿去学校了。走。方姨啊，走之前，我有些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带着任何疑问开始我新的大学生活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什么真相啊？说什么呢？走。楚鸿飞偷了我爸爸的画，没错吧？他欺世盗名，把所有的名利都揽在自己的名下。他现在都是楚大师了，可我爸爸呢？我爸爸用了所有的心血画了这幅画，他得到什么了呢？心月，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干嘛总那么纠结呢？学会放手吧。你为什么总在替别人说话呢？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指证他剽窃呢？我不是想阻拦你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快乐的生活。那幅画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，是他留给我唯一的纪念，所以我必须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你拿不回来的。那是因为你不帮我，你在帮他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方姨，我已经看过你那些照片，还有信了。你还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楚鸿飞之间的关系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事跟你毫无瓜葛，我自己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心月，心月。抱歉，我没办法原谅你。好，那你如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惹上麻烦了？没有。我在网上的新闻看到，楚鸿飞的画《宝贝》拍了高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认识他。是你拍的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我那是帮财务公司的老板拍的，我只是个枪手而已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你不知道这里头的轻重吗？这件事情不需要你管。
过去的事情已经都过去了，你学会放手吧。你老这么做，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，更加痛苦。花呢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是，那个人是霸占了你爸爸的画，不假。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不是想阻拦你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忘记过去的事情，能够快乐的生活。快乐的生活？什么意思？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就可以视而不见吗？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霸占着属于我爸爸的东西，可以置之不理吗？你要我怎么样快乐的生活？可是，新月，你斗不过他的，你不能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了。这话再重要，比我们好好生活还重要吗？你好好的生活吧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哎，新月。哎，辉哥，今天谢谢你请我喝酒啊。客气什么？以后我们公司还想跟省下小姐合作呢。行啊，不过得等我这次直播结束了。我这个估计还得耽误点时间，因为我们女主角新月，她好像跟客栈老板这边有点问题。什么客栈老板呀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好像关系不一般。这客栈老板之前是他的养母，你说巧不巧？哦，那还真是挺巧的。行啊，那过2天咱们再约。不好意思，你让那边打电话的那个小姐先别打了，106的楚先生找她。106楚先生。好，谢谢。让你们偷画，你们怎么把人给绑来了？嗨，他抱着画不撒手啊！算了，我们先看看画吧。辉哥，打开看看。哎，好。辉哥，您看，哎，这画是假的。老大，
这女人出来拿着这画，我们一着急就少跟我废话。老大，我们再去找。啊，对，我们再去找嘛。把那女的弄醒了问问，实在问不出来的话，让他们拿画换人吧。马上去办。走。弄醒了，弄水。喂，在我手上，想让他活命，拿这画来换。你在说什么？少给我抓蒜！喂，你们想干嘛？你们都是什么人呢？快放开我！啊！听见了吗？我给你们2个小时准备，我会再打电话过来。如果你们报警，他的命就没了。你是谁啊？喂，你们看到方姨了吗？怎么了？她被绑架了。啊？什么？绑架？他们说要让我拿那幅画去换，说半个小时以后还会再打电话过来，怎么办？你先冷静啊，你先别着急。丽丽，这件事人命关天，我觉得还是报警吧。咱们要相信警察的能力。不能报警，绝对不能报警，这样会伤害他的。心月，我觉得楚总说的对，绑匪在拿到东西之前一定不会伤害人质。现在报警是最稳妥的方式。对，可以吗？没事的。我警告大家，这件事情你们要绝对的保密，不能跟任何人说。听到没有，盛夏？哦。我们是香格里拉市公安局的，是专程来调查肖芳芳女士绑架案的，请配合我们工作。来，请坐，可以开始了。刘小姐，你好，请问肖芳芳女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她和其他人存在纠纷吗？不知道。您和肖芳芳女士的关系是？她是我养母。那好，您对您的养母了解多少？比如说她的人际关系方面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李清月，这可是关系到她的性命大事儿，你可不能有所隐瞒。他们想要画一幅画。警长同志，现在人命关天，能不能麻烦你们尽快找到人质啊？你们谁了解这附近的情况？警察同志，您是要到附近看看吗？我认识，我可以带路。好，你带我去一下。拉姆同志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回去调看一下监控录像，然后派2个人在这儿蹲守。咱们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解救人质。
那我走了。丽丽，你先别难受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方姨平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或者说，她在被绑之前，有没有过什么异常的举动和行为？小天儿，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，绑匪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！放开我！老实点儿，说，话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不说是吧？啊？嘴硬是吧？啊？算我求你了好吗？告诉我话在哪？你不说我们都得完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不说是吧？算你有种！看我的！老大，怎么都不说？通知李新月，拿画赎人。是。告诉他，把画放到南湾公园喷泉池后的垃圾桶里。你们在这儿把人给我看紧了，我去公园等着。明白。喂，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把画放到南湾公园喷泉池后面的垃圾桶。南湾公园喷泉后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如果你们敢报警，没有报警，没有报警。挂了。具体地点是南湾公园喷泉后面的垃圾桶。好，我现在通知派出所，问问后面应该怎么做。拉姆同志，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是这样啊，监控视频显示，是由2个青年男子开着黑色轿车绑走了肖芳芳。经过确认，他们开到了一个废弃老楼里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那边已经打电话来了，让我们把画放到南湾公园喷泉池后的垃圾桶里，请你派人配合抓捕。好的，全力配合。空的。他们要那幅画是肖芳芳画的，我不知道那幅画在哪儿。赶紧走吧。
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好。能走吗？啊，来，能。怎么样啊？老大，这边没问题。你拿完东西就快点回来吧。拉姆警官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现在跟李新月在一块儿呢。怎么样？人质已经解救成功了，人很快就要带回白色阳光客栈。哎呀，另一队人就在你们那儿蹲点呢，你赶紧撤退吧。怎么样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警察同志，谢谢你们了。哦，客气什么呀？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？在香格里拉没有我拉姆办不成的事儿。啊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回去。这个人就是老 M， 他已经在云南边境被当地的公安机关抓获。根据他的交代，他是境外新型毒品的卖家，他这一次是要和境内的买家接头。原来是他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20年前那起贩毒洗钱案的参与者之一。当时呢，逃往境外，我当年呢就在他身边卧底。那这么说，这次他跟胡志辉也可能有联系啊。胡志辉出狱，老 M 入境，2件事情接连发生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巧合。根据他的交代，这次他要接头的这个境内买家来头不小，实力雄厚，货源充足。他只不过是他众多的卖家之一，而且他的上级的更多信息，他也不知道。不能放过这条线，既然他都已经招了，那咱们就顺着这条线查下去。对。哎，老冯啊，金小天已经跟胡志辉着过面了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金小天来完成